你今年这样是5C，想一下，你下一个15年想做什么 ？OK。难哦，哎呀，很难。我15天我就不知道怎么过了，还想要15年哦。人人看呐，难怪抓来的歌手全部会服落去。无啦，拿出去支持。无全部啦，量的丁丁，哎呀。三麦啦，用我量哎啦。那是三麦。哦，三麦。清楚的，应该双子暗哦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強下來。好，有一節盤賽 T3禮拜比賽哈。哎呦，出球！速劫啦！出球！啊，面濃咗按你啊！速球！來，今日進行比賽之前介紹評審先生。一家屬先生，7歲的先生，7歲的先生，6歲的先生。比賽之前要做嘛呢？來的泰來賓之前嘛有雷公海南節目，相當有氣質，他的氣質呢跟我不分上下，只差我1cc而已。哎，氣質還可以跟你比啊？那當然啦，對不對？除了碰碰以外。用面啊碰碰，唔知乜計東西。好啦，用到黃皮鼠，今日帶來失戀舞。就像深红带电，太自然，给你一条晒下来，土地讲爸爸，爱就像石头碰面汹涌，甜甜。
好嘞，一生不离弃，临安嘅贡献度，有记得嘅生涯。Waka waka, waka waka. Waka waka, waka waka. 条马尾念六十年，条子范围60年，六桥以后，风险才也未离开之后，啥有准未停嘅思念。Waka waka, waka waka. Waka waka, waka waka, waka waka。哎，佩淑老师你好，嗨，罗哥好，哇海君好，你好，佩淑老师佩淑是一位音乐家哈，也是一个歌唱家。谢谢。真的真的，是吗对啊，哎呀，讲到唱到安尼流行歌啊，还是传统的呀，嗯，都难不倒他，嗯他反而会把它升华提升到他属于他自己的味道。真的哈，嗯对啊，他演唱太多不同曲风的歌曲了哈。是嗯，不过你刚刚这首很厉害歌哈，在描述大概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应该 Q 我知年啊道应该是描述酒的歌啦。不是八嘎哦，啊，好喝啊，好喝哦，不是不是，很快醉哦，因为很浓啊。你把它赶走。不行，我也不能没有他。就是去年刚好我拿到这个全球客家串流计划，然后我就去了墨尔本跟布里斯本，啊聊聊够呢，嘿改篇下本改篇给哈嘎给朋友给。嗯对，然后就是我在傍晚的时候看到会有乌鸦会停在那个树枝上面，它整片的那个整个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天空几乎是黑的啊，哦，真的，乌鸦而且他们会一成群那样直对会一直叫一直叫，哎呦那个影啊，像是叫那个哇嘎哇嘎这样声音吗？不是，因为 Waka 其实是在澳洲一个内陆城市的名字，然后这个语言是澳洲原住民的语言。嗯，对，那因为我那时候写曲子就是要跟那当地的一些元素做结合，对，所以才写这样子的歌。你我按好就直接推板去落杯安尼。刚好有一些机会，我觉得，然后也有我自己有接触像一些舞台剧啊，或者是跟学校做的结合演出，我都会把客家的元素带进去。哦，你说客家的舞台剧吗？对，哦，那所以很棒哎真的很棒哦。就是即使对不是客家的舞台剧里面，也会把一些客家元素加进去。嗯那我觉得那样子就可以，反而是更多元化。哦，转动圆所以环。出去跟外面一听到唱客家歌，是啥？一定会啊，啊，伊就代表客家人的精神对啊啊。，大条都唱客家歌。几乎80%。哦，顶多假是英文题，顶多就听到哇嘎哇嘎，马家啊还嘛可以给你哇嘎啊哇嘎哇嘎，这个变八嘎了。都会有都会有。安尼今日当好哈，像欣赏了做安好的示范啊，像现在的参赛朋友谈到哇，他欣赏唱到按唯美按好弹好。好听谢谢，我也一定要把这首歌学起来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安之 C，大家哎，请回座休息。积分水比赛规则，每礼拜由无抽样的主题，参赛者七家选过的，经过6礼拜的比赛，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，就可以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。比赛之前先讲一下评分的规则啦，哈，比唱的叶教授老师，今日的主题吼，逆风高飞，主要是讲，人生哦，某一天一路就顺利嘛，所以今日要唱的歌呢，要一个一先对自己有感动、神发、有太变化加感情有一个很大的起伏，这条歌就唱起来，本来感动大家，哎用张作德吼，啊，做个表现讲自己俩对俩歌的感情表现都真好，还有呢技术，还有主要大家激发啦。
你讲开花吼，讲故事讲到帮你弹起来，真感动。好，加油！弹一下呢。 TVB 郑志怡带来自由的。好嘞，弹个啦。人生嘅路上有很多唔顺利嘅事情，虽然很多事情一开始真困难，不过就像自由这首歌曲同样，只爱让你坚强面对，当你一定做得像自由同样，战役告别。你说你贪爱国家，温柔父子，瓦顶天宫的事，爱恨疏风给字眼，热天南风。 不用重现的，爱爱强松比，不讲不怕，听听的戏，不讲不怕，烦烦的戏。 上下台风，惊险的无老，上下点风，有关心爱袂跌落，爱讲。 爱讲不怕，记得路路好归。台风给世界，天风高比，点风给世界，点风给世界。 爱会转来看你。你好。伊今日要跟俺们分享的迄一特殊的时间，求学当中遇到的一些算是霸凌呐，对不对？对。 扭呢，因为我们学校学长姐制比较严重，对，然后 CC 给师姐他去给他出个报告，就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啦，可能就会有比较霸道的同学，比较强势的同学，然后国小可能住在学校，可能有学姐对你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同学就会不开心，吃醋，然后就会整你这样子。真的？怎么整？嘿。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都打通铺，然后全部人都在同一间，然后可能我侧睡的时候，他们就半夜在那个另一边勾那个牙膏，挤牙膏，翻过来就然后翻过去，然后隔天全部都是牙膏，对，要不然就是在你的牙膏里面灌那个洗发精什么的。那你的背应该现在都很漂亮哦，应该被洗得很干净，都没有痘痘。
哦，保养的很好，对，要感谢啊，感谢薄荷很棒。对，嗯，曾经不是想要退学吗？因为我会讲干嘛个？讲跌倒，按橡皮，按香肉。哎呀，妈妈有交代，要珍惜自己。没有，妈妈说在戏曲学院，那时候妈妈就说你在戏曲学院读不下去，我就送你去大陆读，然后我就读下去了。我说好啊。啊，就因为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忍耐吧，忍耐过去。对，然后到就努力跟上。然后后来就变，小旦都是你演，对不对？主角就是你演，对不对？大部分了。对呀，你看。英国黑的版红吼，我发现得到最多收获的应该就是质疑。嗯。对啊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，知道吗？谢谢你分享啊。对。来谈一下那位先生的公平啊。嘉轩老师。铁哥，我一直感觉就是说，因为你可能是小旦出身哦，所以你冲国歌就一直只有尖尖的、很可爱的那种小，好像只能够唱童谣。基本上我还干过讲，某 Q 中哦，真的是应该加分，然后来鼓励你。那唯一有一点我特别要跟你讲的就是说，冲国歌你整个歌曲唱的都很棒，可是你在最后，你是强啊，你不要怕啊，像最后那一句，我会转来看你噶，你为什么不把那种表情唱出来？说我会转来。然后把那个表情酝酿到最后，再加切开来嘛，还会转来看你，这样子的唱法是不是感觉就很贴心？巅峰的世界，我会转来看你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应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尤其在最后这几关里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老师。你现在还会想回去学校吗？应该不会哦。我都会回去看老师真的啊，安后啊。真的哦，我以为你是不想要回去的，所以刚刚最后一句唱的不情不愿的。没有，我很爱我的学校。你好。好，那来看一下分数了哈，好吗？曾志怡的分数。谢谢你，要分数都在吗？还要再加油，当然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回这消息哈。嗨 V，P 吧，对的，平航先。对，平航。几年前因为唱歌的关系呢，结识了一位好朋友。后来呢，因为有了一些争执跟误会，两个人的感情就渐行渐远，就像平行线一样。不过虽然很遗憾，还是很感谢他当初的激励，让我有更成长的动力。一张梦，一份爱含在心中。虽然有万亿千言，自问自由，敢会疲来无用。情痛了，心碎了。爱生空，有影有踪，曾经的求梦曾情，只留遗憾，痛在心扉。爱老伊像平行的两条线，爱等到那一站爱连思念。阮世间像黑点，黑不黑前世注定今生无缘。爱老伊像
阮世间亲黑点，黑唔黑前世注定今生无缘。爱老伊像平行的两条线，只存转身已孤给最后一面。一个天，一个天，永远前世情，今生结缘。那你主持人好。你好，要唱歌的人真的吼，个唱出来就是当有密西啊，当好听。唔过你感冒好诶嘛？还是好，还是八十八。嗯哦，一礼拜比上礼拜较好一些啦吼。一点点咳嗽啦，一点点咳嗽嘿。咳嗽。哦，顾好了哟哈，这是你的本钱。做嘛想要唱那条歌的平行线。图曼潮湿啊。潮湿。以前刚开始比赛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啊，那我们也有就是一起去比赛过，去国外比赛过。国外哪里？就是那个全球民歌赛。全球就是厦门那里，在大陆比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也等于是感情非常好，但是因为有一些误会啊，然后慢慢就变成渐行渐远。对，然后误会什么？他可能觉得说我唱歌不太 OK 这样子啊。他觉得你唱歌不太 OK，那他唱歌呢？他觉得他比较 OK。但是每一次分数出来，就是你比他高，有的时候啦，对。然后后来就有一些误会，慢慢就渐行渐远，然后就是各自有各自这个想法，各自的想法，对。你本身没有考过？那个对，就是也是因为他的激励啊，也是希望说，如果闲暇的时候有一个舞台，可以自己就带着那个家伙出门，然后就可以家伙，对呀，可以唱歌这样。对呀，对呀。你都在哪里表演？我现在比较少了。规下礼拜开始就提下前面空一类桶哎。那个有些场地是一定要去申请。我这个不用，我跟那个陆哥讲一声。那一起在的公平的。这位老师，刚你唱完，我们几位老师都有一些意见。那其实比赛是这样子的，每个人用的麦克风，然后每个人站的位置，每个人用的乐队老师，每个人的条件都是平等的。但是你比较不一样，因为你的肺活量比较大。你的技巧也比较好，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给你细部的调整，包括你怎么使用你的麦克风，怎么样使你的声线听起来是很稳定又好听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当然对我来讲，你的声线是有穿透力的，所以你刚刚在试音的时候开始就听到有那个很刺很尖的声音，可是你们用的麦克风是一样的，那为什么有这个状况呢？是不是你要调整一下你麦克风的距离也好，或是使用的方式也好，或是你调整你的高低音的频率，你要试着去控制。可能因为你今天状况没有很好，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。然后我还是老话一句哦，就因为你不是客语，你不会说客语，但是你还有几个地方的咬字还是要特别注意。譬如说含在心中，含不是喊，喊是咸或者是寒的意思。然后你回去听，当我很喜欢你后面整个歌的铺陈，特别是最后一次的。闷丝点，请黑点，那地方唱得很好。你播出的时候，你看一下，我非常喜欢你最后这一句的铺陈。我希望你在后续能够再做一些的微调，好吗？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安子 C。好，佩淑老师。好。其实我都是第一次听各位唱歌，对。可是我
感觉得到，就是其实你唱歌控制得很好，就是包括在你的呼吸、换气、句尾的控制。像我觉得子瑜就是句尾控制会稍微弱一点点，他后面会虚掉。可是我觉得你都没有这些的问题，包括在你在诠释这首歌，我相信你有把你心中想要讲的话讲出来。可是我刚刚才知道，原来你不是客家人，所以也是一些咬字的问题。那我听到最严重的应该是情断了的这个“断”这个字是最明显的。真的是不会，我请教很多朋友，然后都教不会我。这个最明显。团。对，那所以在有时候我们讲话跟唱，其实用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包括在你什么时候收到那个韵，要到下一个音，它这个都是要去做一些细部的一些功课。可是我会觉得整首歌整体来讲，其实算是诠释的还不错。谢谢老师。好啊，谢谢哈，谢谢。那来看一下分数哈，来。起飞吧粉丝。你今年这样是5C，想一下你下一个15年想做什么 ？OK。难了。哎呀，很难我15天我就不知道怎么过了，还想要15年哇，你完蛋了。你疼痛啊个，要咩很个个。不，你跟你那个是什么？我那个叫啧称奇。来看一下分数哈，来。起飞吧分数。91分。要继续再努力的加油。好，3个礼拜，好，回这消息，好来撒下来。车队部带来感恩爱嘅呀。好，来谈个啦哈。硬菜表演两条路，其實行嘅唔係咁順利，時常都多不如意嘅事情。唔過，我實在懂感謝我嘅阿爸，在我遇到困難嘅時節幫助我，俾我鼓勵，俾我堅持下去。爸爸，什麼你？风呀，想起一生甜心爱嘅呀，为了家庭子女啦，碌一生无言谈，牺牲青春落一大片。梦自身，良辰报好命生。温暖幸福美满爱长家，后头一次顺你爱甘心啦。幸福你爱嘅也为全家，我永远感銘你。愛嘅呀，凄三更看風呀，想起一生堅持愛嘅呀，為了家庭子。无言谈，牺牲青春落一大片，梦自身，良辰报好命生，温暖幸福美满爱长家，后头一次。
嘅也未全家，我永远感銘愛嘅呀。犧牲超順路的打拼，夢自身良心保護命生。送你愛甘心啦，辛苦你愛嘅也未全家，我永遠感銘愛嘅呀。好。祝你阿公阿姐你好。又來嘅。係一位公子，哈，生唔使只聽聽，唱歌誒就唱到暗路程，也係蠻認教人嘅啊。其實係欣賞高藝。欣賞教人唱歌誒，我用一種方式嚟演唱，係嘛？唱高你嘅欣賞係咪味？學教你嘛？冇同佢講，認識嘅先生很多林秋霞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。係要其實本嚟講對對，係要講真真。林贊義先生，嚇有錯冇？錯。哎呀，搶啊你啦，質疑啦。至於你比較道地，如果請問他，你的老師是誰？要怎麼講來哈？來，趕快來。請問公子，你嘅欣賞係乜啥？哦，李秋霞先生。好沒有喲。阿莫這位阿妹愛。那係小姐總唔得講阿妹愛啊。我講小姐愛講乜嘅？我會較圓滑一點。你會按用呢？哈？用我按用？按用啊，按你意思啦。你夾準來。有好多嘛，人家學姐呢？對啊，對啊，請教一下啦。唱歌嘅時候唔識嘛，當時時節之類人嘅節目比賽，你都係唱歌嘅速度慢嘅樣樣。我嘅阿爸。你阿爸，所以教人唱一條歌係獻問你爸爸嘅時候。係。啊，看你爸爸逐禮拜全部一禮拜都會編來呢。係。係啊，如果再來到節目參加比賽，你爸爸今日有來到現場。要啊。啊，講。佢特別嗰啲網絡嗰本營銷啊，不懂艱苦嘛。會，其實會有一些那個感覺很心酸啊。很心酸啊。很心酸，然後爸爸就很鼓勵我這樣子。那爸爸在你的心裡，你是不是也是認為哇，我的兒子這樣常常被欺負、被嘲笑，用把那幹輸啊？被欺負沒有關係啊，多得點經驗啊，對不對？吃虧就是佔便宜。哦。哇，你看。爸爸好正面哦，對啊，有這種正面能量。我們今天主題就是逆境中成長，對啊，對，逆風一定高飛，逆風高飛，好不好？你就忍過，努力的、認真的追求，相信有一天你一定有獨特的自己，好不好？你這種型的真的很難找得到，真的很獨特，很獨特。你是保育類的。好，老師哪一位要來公平啊？嘞，好嗎？詩慧老師。我先簡單，我們先講歌的部分好了。好，歌的部分的表現，其實亞述各位表現來講，整體上如果我不看你的人，我只是聽歌跟感覺，還有看我現在所要看到的歌詞的話，其實我覺得表現得不錯。只是我如果用我現在我呀感覺的方來吃到人唱到聽nem安尼聽，不過感情的部分的表現來講，其實我覺得可以的，我覺得可以的。那當然有一些地方，比如說我嘅雅嘅部分，其實我有不一樣的想法，可是我不
不需要一定要跟你一定要去挑什么毛病。好，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好。还有听耶，就是你的律动，照理来讲，它有弹琴的人，所以你的律动来讲应该会很稳。可是你今天平常我听你的律动都很稳，可是这一首歌有一些部分，蒙自乘凉乘风后面上给大家提防，开始出现律动有点乱。好，律动有点乱，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可能你要注意。还有银边的打音比较有危险，今天的低音有危险。所以我会希望你要注意，然后你的高音因为上去的时候呢，我看你在拖那个拉开麦克风，其实已经很紧绷了。好，我相信你自己可能在高音的部分已经快要控制不来了，哈，可能要小心。再来就是，其实你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孩子，可是你的个性好单纯，所以变成是说造成了这样的冲击。有上是那表现的东西，就会。变动你想要表现的东西，你没有办法内化，你只有从模仿去找，再加上你用你心思成熟的那一面去想这样的歌词，可是你个性又太单纯。比如有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你被欺负了，你的东西被欺负的时候，你会内化出什么心情，放入歌里面的感受的那种冲击 punch， 可是我感受不到，所以现在你几乎是在。人之间跟歌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落差，所以我希望讲，其实你的弹性应该说是你还有很大的需要改善的空间。那这改善的空间不在于这歌的问题，歌没有问题，这歌你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，非常非常的好。不过行一铺嘞，你今年这样是5C。你想一下，下一个15年，你想要唱什么样类型的歌？你要走什么样的型，你自己要出来。既然在比赛，啊，希望讲，我请到更加多的不一样的方向，让你去做变化。好，想一下，你下一个15年想做什么 ？OK。好，沈梦先生。哇，好难哦！哎呀，很难。我15天我就不知道怎么过了，还想要15年哦。看分数，好，来。超得5的分数。沈梦先生90分。90分，还要继续加油哦，好吗？还有3禮拜，還有3禮拜。還有30禮拜哦，啊，恭喜！沈夢阿哥阿姐，沈夢大家，謝謝。退下。好來，撒下來。求你數得嚟強強蹦蹦機。哎，來彈個啦。這份賽推薦係蒙詞，估算嘅分數冇乜理想，也對我來講係動態嘅打擊。不過聽到2本貓強強蹦蹦機也是歌曲，寫嘅歌詞對我來講係動態嘅鼓勵，希望過去唔好嘅事情做嚟變做以後嘅動力，大家同人向下加油。看嘅片，日出蒙蒙嘅。
哇，你完蛋了，你真完蛋了。完蛋，为什么？哦，他今天发挥所有的功力出来耶，哈西你呢？你讲有糖豆啊个，也没很个，Papi 没有。你跟你那个是什么？我那个叫啧啧称奇，所有现场的，包含的工作同仁们，大家都哇，都被你迷到，连摄影师都已经要跳进他都忘了，差点失焦哎。对啊。对啊，导播差点冲下来。差点跳下来。对。没有，你踢第1集的时候在积分赛有哈多啦哈，真的，你回家有哭吗？对啊。没啦，刚早上拜好了，不用了。好。对啊，太就是紧张，放空。就是老师的评语那些都是非常的，就是直接当头棒喝是非常没关系啦。有时候泽伟老师的话就是对。其实他那次之后，他自己回去做了很多功课，包括去看别人表演，然后重新再个检视自家。伫唱歌的也系讲，伫咧比赛伫要拄去要做样板型的人，那知道安尼先数位动感同因为你讲出去发给真有糖。其实我看到他一直在做功课，对，因为他每次到一个地方，他就是打卡标注我说，我记得泽伟老师有妈癌。可本身，没有啦，他都有标注说哦，其实老师每一位老师那天讲的话，对佢来讲有乜样向，给这个去看给很喜欢的乐团或喜欢的表演者表演的时候，他自己吸收了什么东西。那国立老师，其实你的功力，我认识你太久了哈，你的功力不仅止于此。那一次让懂感情一件事情，就是讲每一次你在跟乐手老师配合的时候，你总有那么一点点的落差。那这个落差如果常出现的话，尤其你看我们现在后面只剩下几次3次了，然后再加上你上一次的分数又没有很好，我真的很替你担心呢。所以好好思考一下，好好思考一下。核心赛啊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这样子。真的呀。黄佩树老师有没有补充？前3句的歌词我会有一点点疑问，你可以用讲的吗？有一個遠叫嘅故鄉山，有一個遠叫嘅眼夢海，有一個遠叫嘅希望風。对对，可是我觉得你3句的用 “q” 的那个 “q” 都唱得很奇怪，我听到的都很奇怪。然后我唔係提一擺聽麗書重構啦，以前我们有合作过、工作过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尝试找出你声音不同的可能性。我觉得你永远都用同样一个声音在唱不同的歌，我每次听到都是同一个声音，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声音其实是可以有开发的能力的，它可以有不同的 range， 可是你现在都是用你这个细细的声音在唱不同的歌，对，你可能有情感，我觉得情感非常的丰富，你投入的非常多，可是我没有听到那个声音的启发，这个东西可能你要去找一下功课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好紧张哦，好严格啊，老师们，来看一下分数来，来，有历史的分数。还不错啦，96分，可以啊，只是没有到满分而已啊。如果李老师在讲多来唱，还想把发台的分数可能吧？不错啊，还不错啊。这位老师给到满分呢，是有补偿的心态哈。那唔係啦，我講正經法，就當每位老師看歷書的方式。只有一个很重要的规格，就是对他很严格，对他要求很好，就是他表示，因为他真的可以表现得更好。只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对这首歌来讲，我是很喜欢的。我跟国语老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因为雨乔他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那里，他的声线也好，他的创作也好，就是那样了。但是他可以唱出我听到不同于赖雨乔的《秋丽书》。这是我很开心的。那我也很赞同佩书老师说的，就是你要再找到你声音的可能性，好吗？加油！好，谢谢，好，也恭喜你分数1后哈。慢慢的请，继续加油，还有3礼拜啊！好，加油！好，或者休息，3好了。中雄曲带来阿妹嘅重数。来，弹完了。无情岁月，
难的事情也是比较失志失意，哈，让妈妈支持的。啊。所以我人生最重要的是妈妈，我创业时候希望妈妈听得到，妈妈我爱你。人生路顺啊，你啊。呀，礼拜问打头阵呢哈。第一个比较不会紧张，啊，对呀，后面等好久。是咩？是啊。第一个比较紧张才对呀。让我等太久。我们去唱歌没关系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妈妈在我人生当中係你最重要的一個人。不過我遇到某個事情，媽媽當第一個時間跳出來同我聽書。今日我唱阿妹嘅松樹，嚟表示我對媽媽嘅感謝。希望媽媽嘅天堂歌聽得到哦，媽媽，我愛你。
位主持人，嗨，阿妹，也一两礼拜哈，是上礼拜写批判的故事嘛哈。嘛，上礼拜爸爸故事，礼拜写嘛个？妈妈的故事。哦，庆公平。来哈，下礼拜写老公的故事，再下礼拜是写太太的事情。主题啦。主题。能录卡的事情全部拢讲出来。因为我还14歲都同媽媽從下買面嘛。所以你傳承人媽媽的事業做啥？一路明日從下，所以都結婚過後咪轉來買面有冇？遇到乜嘅困難嘅事情，也係比較失志失意，讓媽媽支持嚟。從我下來先做科學園區嘅下做嘅下，咩媽媽本身退休嘅哦，又唔放心我哦，我最細嘛，又當下來聽我天數。結果點啊？嘅廚房濕濕的，你知忘到啊那個什麼髖關節痛的，情感。也是就有責怪自己的感覺嘛。就是啊，很自責啊。老人家親講就跌倒，真的。不過吼，媽媽就會捨不得享受這安尼，所以落來天數安尼。係啊，我媽媽本身吼。明日去游泳，明日去寫生呢，對嘛？吃嘛食得過健康，結果呢，因姊妹記嘅去身體檢查，一個注重身體嘛，結果檢查中肺部有一個白點，如果緊張，如果去檢查，結果住院檢查前3日還打電話幫我講，哎呦我好無聊，我又做唔得去寫生呢，然後結果第4天呢。電話就打來，說他一直喘，可能做了什麼切片，我是不懂，結果他就跟我們說什麼媽媽肺癌末期，我沒有辦法接受了，然後第5天就走了嘞，這個有上次你看一個點而已，然後進去醫院，然後5天就出不來了，而且一樣，到底是什麼原因？對啊，簡單就是去身體健康檢查，所以我唔判得呀。一路最同我支持的，所以我人生最重要的係媽媽。我創業時候嘅，希望媽媽聽得到，媽媽我愛你。也是要咩做到按好嘛哈，媽媽家庭啊嘛，親幸福啊，親美滿。媽媽鼓勵啊。哎呀，媽媽一天當然一定懂文藝啦，好。好的。按今天要跳歌的有點探戈的味道哈，葉老師啊。實在講，你抓住歌的根本唱下，你氣定都太大咧，係做得較高調的，個班人要做得吼，你前面。唱歌按到歌，然後那麼有爆發力，然後根本放歌咧，彈看那個用阮個爆發力冇咧，不過阮呢隻角度來看啦，冇腔咗我，因為你做個講伊自家嘅故事嘛，你欣賞冇腔咗，所以我本意嘅分數呢是企另外一個角度是講，你真緊有心肝就去唱歌間，唱講法，有啲法呢雖然講帶唔下來啦，嚇，在旋律上面帶唔下來，不過這種法唱，我愛用講就張錯，就有點那種呢喃的感覺啦，所以對我來講，我是本意挺感動啦，嚇。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好，加油。好，按你看其他成就本感通到嘛，嚇。看一下分數。係仲響曲嘅分數。謝謝老師。92分，恭喜，全部都講感通到。對呀，對呀，所以我們現在每天吃到的也都有螺味啦、牛肉麵，都是你媽媽傳承下來，是不是？媽媽搞的功夫。哇，謝謝媽媽哈，真的，謝謝。啊，恭喜，還有3個禮拜，繼續加油哈！加油加油，謝謝。好了，
好，也係安尼，T3禮拜6強1分衰啦，哈。啊，有上禮拜吼，表現好嘅朋友繼續加油。介紹安尼評估先。李秋霞先生，蔡啟國先生，羅英先生，賴明靜先生。上禮拜安尼有搶到安尼客家3巨頭嘅其中一位嘛，哈。安尼賴穎珍先生，係老安尼嘅英英老師，英英梅代子老師哈，安尼下禮拜哈，另外一位巨頭啊，係啊，另外男巨頭、女巨頭，男巨頭哈，男巨頭，安尼請幾個先生叫佢帶嚟好嘅示範。哎呦，係啊，阿來到舞台動作嘛，係啊，唔係安尼糖叫佢創一個人都。雪葱果啊！哎呦，雪葱果哦，用嚟沖嚟，唔啲嚟，哎，嚟雪下嚟。行好啦嚇。別來那愛來沖那一春年。來快樂多，客家神歌就要眼多，要擊鼓前來變小歌，衝出叫強來18條，幾歲來你？誰雕啊？潮來萬山乃所念，此愛那愛來此那一場你。山過了千年，希望是睇那一家，唐風那面呢？衝出了叫那。
很有文化画面啊！哈，有哦。係兩位主持人吼，係哦，請先生好。很好啊！係一種說唱嘅方式，啲人喺節目當中。較少其實吼，山歌地圖，像一個說唱歌，像一個賴比亞老師佢寫地軸上落，也還有一個蘇萬瓊先生，佢寫嘅蘇萬瓊跳，其實一歌也係做得到改變過來，因為佢一歌要按到嘛，說唱唱。要講要唱，所以我就同佢寫到按到說唱歌。你挺有意思嘞哈。對，用接觸也紅咗一多時間咧。其實哈，我4年嘅時間，阿爸阿妹加我喺跳舞強下嘛，幾樣時要按到出把戲。出把戲係出把戲哈。阿爸阿妹會帶我去看，佢哋會看戲，我去看埋看人愛現打鼓。唔對嘅有戲我就對個音樂，看到有佢用長釘板，然後綁定鼓嘅通路，很神奇，尤其個機械呢，佢條一機械呢天天，當時我看出把戲就一機械呢，哎呦很強哦，用佢愛我搖啥，同路天天看啦，我咪再去拿個鑊蓋喺度鬧看。老師一兩碼係你就甲做嘅咩？唔係。講起也機械呢有歷史嘅，也係民國75年賣3500個人。哦，對我1年嘅薪水去。哦，幾樣事，對，按你貴哦，幾樣事按算貴哦，因為也機械佢純舞彈卡嘅。哦，純舞彈卡。所以嘅較簡實啊。對。啊，也下差唔多多錢嘅機。也可以2萬元以上嘅啦，也2萬元以上。哦，所以難怪愛做一個商業暗號堂。啊，伊技術又好，係啊。最主要就講佢一個按照看斯文一種顯數呢，我盡量就用胖譜去對啦。其實啊，像我以前我民國差唔多70年左右嘅啦，幾樣是我做便當轉賣去現嘅，幾樣是我讀到萬年啲嘛，就會來認真先生，佢愛現我打鼓，冇就我愛現佢打鼓。可能清流行呢，按照嘅時期，就可以是主樂團的呢，最主要哈，幾樣是講真係喺民國70年。幾樣是20歲，你叫講將一客家東西哦，同你學起來，都見尾就是感覺到，確實一客家東西要學起來。所以我也攞一批已經嚇攞嘅攞，借也都存到人家對吧？也差唔多嗰種。咁啊，有限嘅時間嗬，因為做一下 Chucky 嘅先生嘅專訪會，談過青島故事哦。懷念專輯啊！懷念專輯。唔係，今日多謝的做安好嘅示範咧，係啊，謝謝。什麼先生？請做一啲導數啊，麻煩咯。好，來。比賽了，馬上進行比賽。比賽之前呢，講一下規則，今日有請到李秋霞先生。來，麻煩。好嚟，今日呢，你哋已經進入到6強嘅積分賽。我相信在座嘅同你去強數，不過免有難色啦，哈。你禮拜嘅主題就係乜嘢呢？平易向下行。好，你馬上呢，參賽者所以將你。一生人平易度過難關嗰隻非常出得你感謝和感動嗰隻人，咁樣用歌詞要詮釋出來。唔過唔係強咯，你記得啊，冇跌破，唔記得歌詞，因為四季八節運氣，注意哦，加油！好，好，日比賽，TV 分享廖群玉帶來平板。等下啦。今天這首平板我要獻給我的老公。我要感謝他對我的鼓勵和支持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，他永遠都是我最堅強的靠山。老公，我愛你哦，你永遠是我心中最帥的歐巴。
仙呐，为爱前世流浪。哎，你好，哇，哎，下礼拜阮大头阵呢哈。是啊，哦，变体的上礼拜走亲前锋密。的冲，嘿，下礼拜嘿。第一个比较不会紧张，啊，对呀，后面等好久。是咩？是啊。第一个比较紧张才对别让我等太久。我们可以唱歌，没关系。唱一句。今日也歌词迄些蛮引批判的来呀。呀来呀，我老公啊。啊，老公啊。是啊。你让老公等太久是不是？结婚，哇。有没有20年？有，我儿子26岁啦。啊，可是你看起来很年轻呢。哦，你结婚那么久了。是啊，太早来追我了。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。做结婚啊？我高中就认识，我们认识超6、7年。他是客家人啊，然后我们是闽南人，是有那种伊迄做动按迄南投。南投啊，因为我硕士都南投伊。对啊，所以说缘分。缘分啊哈。啊，样板。然后我们家人都十分反对，10分。你家人？为什么要反对？为什么看不起我们客家人？不是，他是说客家人男生，很大男人。他赶紧我出亲小姑娘了。其实我感觉好。咁啊，咱认真是唔同太男人主义啊。佢係咪亏人就亏啊？就安尼東西大男人主義，愛樣我做，見樣我講，愛點樣我做安尼啊。哦，個人都大男人主義，對，個人都冇丟吧？結果就是這樣子。我只會。我現在是變成我要那個。現在是變你大女人主義啊？沒有啊，大男人啊，他聽凡事的小事聽我，大事才聽他。所以嫁客家男人是對的，對不對？後來對，因為客家大男人哈，輕微處理事情，所以可以不可能要留當妻子的有冇？他唔會按多煩惱。事情處理後誰？哎呀，我很喜歡大男人。真的，比你大的男人。最好大一個15、16可以。來談一下先生的貢品啊哈。邱下先生。強玉。今日呢首歌曲平板，講老實話嗬，源土動啦，哦，你感情也要衝出來，哦，本日彈起來動爽快，唔過還要強朗有幾隻是咬師，可能就做唔講嘅，你好容易嘛，哦，在咬師方面可能就會加強，唔過你比賽嘅東西冇講，因為你好容易，哦，你就能夠講比比啥分數較高，強朗唔記日嚟衝，你試試就會咬比爭啦，嗬。還有你呢？有你為我聽一句嘅時間，我感覺你會不會家長徐子英，好，笑啊，在亞視為好聽，哦，為那愛呀，為那愛，會不會說冇嘅？徐子英就較大爽掉啦，哈。佢反應嘅時間，你感覺可能氣油，書面嘅氣油比較較不足，還有水甘車，唔係水甘車。水甘車，第3句唔係水絲啦嗬。今日呢首歌曲平板，初年我就欣賞，不過我加講幾隻劇調，希望你嘅貴節。好，安子先，多謝，來看一下分數啦。你強勇嘅分數。人人看呐，唔講抓來嘅歌就全部會學落。冇啦，冇全部啦，亮嘅點點，係啊。三米啦，用我亮嘅咯。那係啥咩？算得清楚的，也算是暗哦。一生有难耐的。其实我都认为我是一半的客家人。哎，怎么说？我有客家人的面孔。有，你长得很客家的。比较客家美啦。
家来看一下分数来。廖强勇嘅分數。新闻系上，天哪！喊腔对睇咧。要安慰冲啊！咩94分啊，厉害！要冲到老公的事情就按过分。恭喜啦，恭喜啦哈！还有3个礼拜，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还这消息，杀下来。有show Q 带来3个字。来等了哈。这几十年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老公对我都是数十年如一日。今天这首《山歌子》就是要唱给他。我对老公说：“谢谢你，我爱你哦。”冒险了。莫抢了谁那容啊，抢起了子那一生干了恩呐，老公了他那。哈哈，也有另两外位主持人好。你好。唐阿姨讲哦，就地充部门50蚊，好冇？幸福嘅下半本愛老公。老公啊，你老公有來嗎？有啊，一大拜嘛來啊！哎呀，關於嘅製作單位準備嘅資料，哇，老公好偉大呢。對呀，不是就買卡拉 OK 這樣子嗎？哦，沒有，他度量很好，他可以容納我的家人，我非常的感動。啊，這樣是結婚的時節，其實團年不可以接到窮下hết。哎，窮啊，生活這樣。團年爸爸媽媽。哎，養父母。養父母。養父母啊，沒親生的。人家養女啊。哦。從小就給人家當養女。請教一下先生，老公，這樣是讓我想講哦，加一個格量嘅啊，格幾nhiều㗎？你簽好名呢？人講愛花、石花，都有連盤嘅吼，係咩啊？啊，見到七家天啊，佢不靠望人嘅啊。我靠爸爸媽媽，都養父母天啊。養父母七家會照顧七家。啊，我年歲睇嚟。哦，係。佢接去。做強下hết，都係接人係強下低。哦，啊佢啊得個方式嘛，你愛佢啊佢屍體咩搶人哋屍體咗嘅嗬，差冇？什麼削子臉孫啊，削髮臉盆，削髮臉盆，真的呢，真的呢。你剛剛是快哭了，對不對？感動。太好命了，嫁了這麼好的一個老公，真的啊。好好珍惜。是，好，希望你們能夠這個白頭偕老哈。對，早生貴子哈。還有要生嗎？冇啦，公也來啦，也來早生貴子，終於來哈。來，唐先生的公平啊，來。給先生。來，有首叫手指哈，今年你帶了一個山歌子哈，你在民航一般人也就講國韻山歌子，民航來調國音，但是你要注意下啊，看調國音的時間哈，個戲啊，
cái运用的戏吼，自家要小可注意下，尤其cái乜嘅嚟一個楊五殺，一個殺死嘅時間，我知道嘅鹽吼冇辦法講同唱到當平順啊，嚇！你都聽一段唱情之家就唱就加真好嘅，嚇！佢比整體來講，亞洲嚟講，也三國志也唱了一順，嚇！因為也做一講，就感覺嘅親密一生感恩老公他，其實呀一生你就直接愛用唱就唔是講一生，知道有愛用。當然係有人講嘅。三個創作上面有鋼人創作鋼人強，有人都做得嚇。但是你講整體性來講，啊你認為講一生愛用我較好聽。一生感了恩啊！但是佢俾整體來講，做嚟講算唱以後嚇，加油嚇，加油！謝謝老師。好，看本書。優秀曲嘅分數。厲害啊！這是3分。誒，分數累積起來有可能前3名應該冇問題哦，哈。哎呦，加油，繼續加油啊！謝謝。好，要回報老公啊，老公對你那麼好。趕快回去抱老公。好，殺下來。林奕健帶來老山歌。嚟，等啦。人生路上，我要感謝我嘅爸爸照顧。從細，我爸是教我哋兄弟姊妹唱山歌，我也係我山歌希望先生。今本日我愛唱老山歌本佢聽，感謝爸爸將山歌帶入我嘅生命裏，我會更加努力變下去。唱山歌，人人看啊，彼此哦，终于来唱歌。此世高爱，行真路难，感念哦，得父啊爱给呀那。兩位主持人好。係，你講看那是耶穌各位阿獻不滿你。從門嗌爸呀，嗌爸嗌爸呀，山歌爸，山歌爸。哦，樣板。跳歌佢唱山歌，我唱停佢去，只再佢條仔去唱係，只聽過其他唱山歌當快樂啊。所以講佢細是教嗌到七兄弟姊妹啦。哦。只係啥唔去參加過比賽啦。其他全部都參加比賽。所以講嗌爸佢冇材料後，因為嗌攞冇其他冇嘛唱，所以嗌講一一看嗌來唱啊。廿八千太心裏面一天希望繼續唱下去。當希望嗌到唱下山。唱下去啊！做傳承。我嗰陣時唔知咗個後生時冇人唱嘅。冇去唱到。嗌攞冇嗰度唱，20空水是冇人唱嘅。哦，對呀。哎呀，也做靠人到啦。
可以啊，对啊，你係啦，我哋台東啊，可以傳承下嘅。台東係哦，人講你阿來嘅果樹全部係黑龍人，全部黑。人行人嗬，真見。冇啦，拿出啲資料。冇全部啦，亮嘅點點，係啊。三米啦，有冇亮嘅咯？那係啥咩？哦，三米。清楚到，你數字暗嗬。你今日講法較太長咧嗬。有。今日講法較太長誒。有呀，我講到挨把嗬，講到挨把上啊，就真太長啊。科技人睇到話，按4點嘅天天唔科技人睇啊，係變較太時嘛，你講。談公平啦。談公平，談公平。嚟，依依老師。恁才講吼，我想你個上任認同了下係變成你個特色咧，所以你個認識了係你自己本身就有個。唔過我感覺啊吼，你認同唔去讓向你創出來個腔也係潤美，吼，比如講你第1、第2、第3期嘅每人愛數嘅時間，吼，第1就得來下衝一啲啲咧，吼，第2。再可能白下睇到，再白睇唔係上任變態，嗬，因為我談起來就係梗係上下邊的，嗬，因為下邊的如果係數每任，嗬，該就會下，我感覺會下實力，比較吃力，嗬，譬如講聽意見來傳假，該來數睇係些每任，你哋耳機談起來就冇講非常嘅強烈，韓國你係呢個就係第3件，嗬，此些搞藝。愛嘅時間，我感覺你聽覺從到1咧，嗬，1來按唱嘅時間，嗬，我感覺你係潤美就冇按樣。此世搞愛。貴屬歌曲你表達到，我知道1號，不過可能真嘅可能還係有啲緊張。好，所以你個感情做得這個投入到我知道，呢一張係你最好嘅表現，是冇你？謝謝。好，來，康老師。林怡嘅呢份數。是冇幾張？恭喜，謝謝，謝謝我。啊，好嘞，撒下來。王碧霞帶來評判。等啦哈。今天這首歌是要獻給我的一位亦師亦友的好朋友，很高興認識他，也謝謝他在各方面很照顧我。我的客語咬字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指導我。盛夢穎，你係我一生人嘅好姊妹。
主持你好。你好，你好也是林义金先生讲的好多年啦。其实我都认为我是一半的客家人。哎怎么说？因为我有好多好朋友都是客家人。哦，你也是哦，你也已经慢想说慢被同化融入了。就对了哈。对他们都说我有客家人的面孔。有，你长得很刻苦哎耐呦劳。比较客家美啦。哎呀，客家美是什么？所以传统，我觉得我很幸运哦。那我来唱山歌，可以认识我最好的好朋友庄月梅老师。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老师请举手。很张月害羞啊，张老师，他是客语新传师。哦，你跟老师长得很像哎。对，很多人都说我们客很像家美。对，不是姐妹啊。没有，青葱的吼。像一个你黑花莲的客家人，我是宜兰的河农人，就住在隔壁嘛。哦，所以你们还约定下辈子要当好姐妹哦。是。那希望你们真的下辈子还是可以当朋友啊！来谈一下先生的贡品啊哈。来认真先生来咯。王必行师哈，创个平板啊，一般的传统的山歌哈，尽量迄嘛喏，可以创到本人堂都讲。加个韵啊吼，迄当刺眼的你嘛吼，所以讲意思形象啊，迄个创比安尼，糖都当安尼讲像流水一样安尼吼，无必要当，你嘛当刻意的去指出讲啊，嘛个强调啦，就随便加私运去做啊。过呢还有一点很慢咯，就讲尽量在就会有嘛专业的时间，就得意啊，我家糖到吼。前段、上半段兩句同下半段兩句有一啲啲嘅無共樣。我是下半段處理嘅啊，嗬，嘅嗰種語文啊、美文啊，我比上半段嘅兩句啊，嗬，做得較自然。因為樣講咧，人家唱嘅時啊，學唱山啊，一個口型安尼去做迄對嘅，一個技巧。你今日唱嘅也前段也兩句啊，嗬。當腔也仲樣嘅，就變成講，也用下昂啊，嗬，去壓一聲啊，安尼翻嚟嗬，其實呢，小微唱下半段兩句安尼做都做得，唔是太過意啊，嗬，去強調安尼技巧啊。唱山愛歌吧。我然後呢，像一神啊，我家談到是一神啊，嚇，一個神啊，嗬。咬絲當無清楚啊，嚇！也可能就講唔對客家話師呢，嚇，係咧再加強嚇，係一點當要注意嘛咯。發聲嘅方式啊，踢後背，山歌話嗬，唔是到後背，吊聲變到樣聲啊嗬，有一啲啲咧唔係唱唔似噶本身當無飽滿嘅聲啊，你話變到有一啲啲咧嗬，用安尼吊聲安尼嗬，嗰種聲就到後背來，嗰日嘅嘛咯，一路跳嘅嗬，我記得。你要跳的不用帶音噶哈，當實力啦，要注意啊！你跳的可以較高一些些的，好，所以呢，加油哈！謝謝。好，安子先，好，安你嘅可以哈啊，分數。王必下分數。92分。92。好，強哦。今邊嘅分數都清高啊！對啊，哈，也目前來講也算不差分數哈。安子先，繼續加油！恭喜哈，來去做消息。好來，接下來呢？林采妮帶來3個字。來彈啊啦哈。出河苗行哪咿呀？因為唱到冇叫啊？沒有啦，我眼睛過敏了，眼睛過敏啦。冇啊？紅豆、鼻竇炎，然後眼睛就。鼻竇炎嘛。哦，不要學我。好啊。我沒有學你，我講話就是這樣啊。情有流言呐。對，你真的像客家皇后一樣。Elsa。Elsa。唔係 Elsa 啦 ，Elsa 啦。從小我就學習講客家話，特別愛什麼我國中嘅客語先生，佢真用心教我講每一件事，
希望有一日，我们做得像先生同样，教更加多嘅人讲客家话。主持人好。你好，好今日创作冇叫啊？冇。唔係特殊落去叫，因為咩你用情肚子。係咯，特殊創作特別都叫冇啊？沒有啦。唔係眼睛過敏啦，眼睛過敏啦。冇啊。紅豆、鼻竇炎，然後眼睛就。鼻竇炎啊？好，不要學我啊，好不好？我沒有學你，我講話就是這樣啊。那你要整集就要這樣子哦。啊，今日要幹什麼嘢啊？貴重嘅客人欣賞。貴重哦。係。貴重嘅時節有客人先哦。有。一下這個鄉土教學嘛哈。係。客人欣賞。客人嘅課。像我係原住民，原住民就係唔愛人愛搶欣賞來教，將有做得上一堂課。哦。係。佢做嘛有冇想學客人，有冇想學嗰啲河洛語言？因為我從細就帶頭喎，我喺老家公家婆鄉下，係都冇卡做唔得講國語。哦。阿公要做書嘅。哦，真係啊！做唔得講國語啊？係，做唔得講國語。哇！阿公大拜就。有冇卡戒嚴嘅時期嘅？冇，阿公會罵人，佢講阿妹同到從細嚟阿妹，叫我按嚟罵人。係啊，就從細就會講客家話。係阿公會罵人。真係啊！真的。係。哇！咁所以就從細就見講客家話，然後又去就是接觸到客家山歌安樣。係啊，好彩啊！好彩阿公。阿公哦，係啊，好彩。阿公，阿公冇聽到從山嚟愛同講嘅。誒，那你阿公吼還蠻會疑神疑鬼的吼。嚇！你估咧講勁嘢吧？所以講貴嘢全部同到床上咧。冇啦，開玩笑。好嚟，唱先生嘅講評好嘛？朱夏先生。有原住民的血統是懂會唱歌，不過緊唱是緊進步啦哈。不過我感覺挺可惜的，因為照你講你嘅音質做能夠加入音，你唔敢試看看咧，上回我這種講過。你嘅 key 能夠看得吃看看呢，像你先生哈會幫你吃看看，你這個本身咪機械的啊，人家吃看看的嘛，因為你唱得山歌的東西，尤其啲山歌字，你能夠唱下浪調的嗬，你啲聲音發揮很好，我是感覺唔講唔多乜嘅，即挺好嘅味道呢，真大爽嗬，所以你哋加油 TCG 是感覺感謝恩情啊。那個後背情是加在其實拿落去會更加好聽。感謝恩情。其他家是講過嘅，你平平順順，
真好，转去吃看看。高班长任了吃看看，迄年级我相信哈分的成绩会更加好，加油！什么先生？好，好，蔡先生的补充。其实，按唱歌的自家本身呢有自信，因为你在比赛时间，往往就会心理上的因素。因为按一般唱歌都丹田出，并唔係講都後練改出，後練改嘅人弄硬綁，綁落去你就知道哦，哎呀，而唔係我逼佢眼有錢嘅，唔是噻。當你唱歌咯，你自然用丹田出來音質，嚇音韻一條，自然佢會做來講。其實大家要談關於在咬字方面，像熱，你唔是講咬一啲熱，讓佢同佢咬到當真，熱就強嘅同佢。家賴老師叫講過嘅，唱歌唱行雲流水樣，行雲流水樣嘅，唱嚟當順咗喎，唔是講當刻意一天愛同佢嘅事咬到樣辦落去哦，硬落去咬了變就變走變硬強的咧，唔准自家嗬盡量表送自家心情來去唱，基本來講當然平平順順挺好嚇，以後也還要按到關，可以俾分數較好，盡量表強送自家來好好唱，加油！什麼先生？好，安子生，好，來看一下分數。林彩麗嘅分數。什麼先生？95分。平平順順就不到按5分嘅，嘅冇評出嚟吧？哎呀，加油加油，好吧？謝謝。有機會啊。大會加油。好，來嚟做消息。好，撒下來呢。聽小妍帶來片段。來，談下啦。今日為老大家分享係我幸福嘅家庭，感謝爺愛從細到大嘅照顧。什麼有記，今日將有機會到呢位唱山歌俾大家聽。希望爸爸媽媽身體健康18年哦，耶！主持人好。好，那这段你真的像客家皇后一样。Elsa，还有喜子咯。Elsa。啊 ，Elsa。Elsa。唔係 Elsa 啦 ，Elsa 啦。Elsa。哎，反正講他喏按 Elsa 嚟做下 Elsa。有白雪公主胸肉。有，當高貴，真的，哦，那後生嘅時節真係啱啱嚟講哦。今日爸爸媽媽較一點都唔放心哦。唔放心咯，像我條歌啊，有一擺誒國中嘅時節啦。我條擺細細我就親好唱歌嘅啦。哦。咁我國中嘅時節我就會去個新竹嘅台聲電台。哦。
歌唱比赛。台声电台。哎呦，台声电台呢？刚来去家去爱转的时间啦，有咩爱抽火车转啦？个抽火车转的时间，他抽唔抽火车，抽到个快茶。他抽到个去，抽到桃园去啊！啊，抽到桃园，咱抽普通车啊，转户口。啊？哦，抽转来抽到户口，嘿，户口该就9点人咯。啊，我爸爸咩都该门口该头摆该货房务有该单的啊，吼，不然下单的都该抽点都该定爱。刚来转到打电话本主任定爱。头摆都冇天发。哦，对啊。哦，可以用是某行动电话啊。刚来转到 BB 扣。转到无通个掠头爱手看到爱爸爸都该有验下错点啊！佢看到爱的时节咧，该手夹手照过来讲，伊转来手好，转来手好咧啊！你讲到哪个呢？伊咩叫啦？啊爱咩叫？爱爸爸叫迄讲。爱按按摩转，讲么发生乜嘅事情？嘿，佢叫我讲，爱按按摩转，按迄叫嘛，行爱就迄动强强，然后转的时间动强强起4人茶的吼，一路有白白跌的，啊一对到满身嘅吧，系啊，系啊。难怪爸爸会强会叫啦，你细阿妹生活说爱许多安泰，又强，万一讲这8点人嘅，个勇士记啊是面前了。该下嘅时间吼，又冇路灯。该马路、太路又唔係像厲害，有個大暗屏哦，個濕咕嚕嘅啊。唔像人冇咩12點鐘，喺冇轉嚟應該咩冇用嘅，對嘛？要較講嘅啦，所以差唔多7點就會過來。所以呢，喂，天下父母心啊，父親都按下質疑嘅樣。冇會感謝人啦，嗬，但是安尼面對現實啦。哦，沒有看一下，妹給你創到樣板啊！很公平啊，好咧。嚟，妹，陳太姐，感覺得出來，你不管係比賽又係表演吼，大擺都有動容心，從基本做到動獎，從信用吼，所以呢，應該過上當然也動獎。不過在動獎嘅過程當中，希望你喊下好，不然都建議吼，就係你今日嘅個人嘅感覺要下 handle。好，就係當場會標準內容，準備去床上嘢些，要標準內，剛本人聽到就不痛快啊，嗬，冇按爽啊，因我床上嘢嚟用上映就冇睇咧，嗬，而就係我希望你做得老你係上映簽準內，嗬，你認同要你係能力，我可能聊聊要到講，嗬，最明顯嘅就係最尾一句嗬，萬萬年。萬萬農年啊，安樣好唔係萬萬農哦，安樣就當場下我當然要下誇張啊，好就係安樣嘅意思。萬萬流年啊！本人你係建議，希望你喊下好，是嗎？好，什麼欣賞？模仿一定會誇張。來唱一下。賴老師。天秀英是哈，彩演的客家花，客家戲演的客家上跳度方哈，有嘛喏？有長段音，有高大音嘛。所以人大音的是像剛才談啊，像那個雄體啊，因講花嘅只講雄體嘛，但是呢，雄體那個小可大聲。調一下，兄弟，安尼吧，表示師長誒，而且強要演，嗰個一架一得一啊，嗬，係入上，演入上，斷咩無味咩，陸生字無味啊，入上字啊，架大神咩，即係一架，唱嗰番呢，一架踢腳踢鼓啊，冇到大神起來，變到總神咧，安尼嗬，一個架呢嗬，人以上是做了唔係一千獎。伊當然談唔是安尼東西啊，我是因為講，在於較好啲嘅話，注意嘛咯，客家上跳度吼有長短，有高大，呢條發生也為之上漲嘅啦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唔做得到啊，加油嚇！好，安子姐。什麼欣賞？好，安尼來夾夾看本書哈。係天秀演嘅本書。
杯他考分数上美好哦。恭喜哈！谢谢，按高贵也按奖，也按外场分数也按好。你们用公主用的呀！好啊，恭喜了哈！公主，好，按这些啊，会做消息哈。安尼今日咧比也真比得了哈，系啊，哇，他个成绩全部都不差。今边也好，分数拢挺高哦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好，安尼好唱歌的朋友哦，系啊，你节目比赛了哈，合格个好唱歌加入报名哈。报名专线0919388398，还有纯正天发0227778232。好，等下他加入报名了哈，按这些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以外呢，我们多谢辛苦的评审现场，谢谢。是梦唱水仔，是梦少。谢谢老师们。好，同时大家我们记得了，下礼拜同一的时间的时光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来，再见，拜拜。